一位曾经在东突厥散工作过的天津援疆干部向灯塔爆料社透露，他曾经采访过当地干部和服刑人员，并且参加过发生亮剑。以下是他的采访笔记。2017年6月份，大约2000名解放军士兵在午夜包围了村庄，那里的所有人都被捕了，每个家庭的人被分开，并送往其他学校进行临时检查。5名农民试图逃离时被枪杀，他们被装进了经过伪装的大巴车里，有些人在28小时的漫长旅途中丧生。他们被戴着黑色口罩，戴着手铐和脚链，而且每2个人质被绑在一起。大约30%的囚犯是60岁以上的男性，其中大约30人的年龄超过90岁。没错，他们还逮捕了90岁的老人。许多囚犯是残疾人，有些是盲人，有些是聋哑人，有些只有1只脚或2脚残缺。他们被判处5至10年徒刑，不允许申请律师，也不允许上诉。被判10年以上的囚犯被送往其他秘密地点。他们主要被起诉2种罪名：挑衅罪，因为生了太多孩子；群众打乱社会秩序罪，因为留了长胡子。据中国官方天山网报道，上个月东突厥散公共党委查出违纪违法问题800多起，处理近1000人。报道称，2020年3月，全区查出违反中央8项规定问题841起，处理940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96人。受党纪政务处分的干部中，地厅级6人，县处级11人，乡科级及以下279人。观察者注意，近年来有不少维吾尔党政官员和干部遭到中国当局调查处理，其中大多数被指控为两面人和受贿罪等。美国国务卿蓬佩欧再次批评中共拖延并瞒报中共肺炎疫情，而最终全世界也将追究中共的责任。美国国务卿批评中国政府未能及时提供有关武汉病毒的信息，称现在是对责任者追究责任的时候了。他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谈到中国是否对武汉病毒的爆发负有责任，他回答说，目前美国政府是向前看，并着眼于确保在未来的几天、几周和几个月内不断前进，以降低风险。但是他继续说，有时间确保我们大家都了解发生了什么，并对那些负责的人追责。我非常有信心这一过程将会实现。中国境外输入风险增加，引起当地民众担忧。广州近期有不少非洲公民遭到虐待歧视，不仅被强迫进行多次病毒检测，甚至被房东赶走。就连当地的广州人也证实了当局这样的行为。对此，非洲各国纷纷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据媒体报道，非洲多国外交官已向中方表达强烈关注，直指国民遭受令人不安及羞辱性的对待。多名非洲国家驻华大使上周以非洲驻华大使协会的名义致函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非洲联盟等机构，抗议近期在广东等地以疫情为由对非洲黑人采取的歧视行为，包括把他们半夜从宾馆赶出、没收他们的护照、把他们从公寓强制驱逐等等。非盟主席马哈马特11日对外表示，他已召见中国驻非盟使团团长刘义熙，对非洲裔人士在广州遭到的歧视对待表达严重关切。香港一项医学研究指出，肆虐全球的武汉肺炎，其病毒繁殖率高于 SARS 3倍以上。消息称，香港一项医学研究模拟武汉肺炎病毒在人体肺部的发展情况，发现病毒繁殖率高于 SARS 3倍以上。香港大学医学院基玛丽医院的研究团队日前公布对武汉病毒疾病的最新研究，团队成员包括政府抗疫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该报道引述袁国勇认为，这次疫情不可能沿用以往对付 SARS 的方法应对，最理想的做法是扩大病毒检测数目。袁国勇并预期疫情不可能于7月前完结。